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1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台美关税公订，双方针对台美贸易协定准备进行最后阶段的议定。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昨暗时搁再出发去美国，一旦完成签署，就会向全国报告送交国会审议。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初十暗时出现伫咧桃园国际机场，坐7点外班机前往美国，也佮包括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总谈判代表杨定年也做伙去。行政院证实，咱的谈判团队即阵去美国，是要甲美国针对台美对顶贸易协定来进行最后的会议，确保双方伫正式签署进前，对产业供应链甲高科技伙伴关系达成最后的共识。院长要谈一下说这一趟去美国的目的，然后是有些地方还需要谈的吗？互记者问到去美国谈判细节，戴立军笑笑一手无加讲。行政院透过新闻稿指出，谈判团队的目标包含要维持产业国际竞争力，确保粮食安全，守护国民健康，也有确保台美高科技战略伙伴关系。行政院强调，若完成签署，就依照条约缔结法送去予国会审议，而且会送出今年1月中签署的台美投资 MOU， 确保程序透明，也受到国会监督。除了战略合作，随即个关税让利，佫较是一座焦点。经济部伫初十下晡特别邀请9大本土的车厂来召开关门会议。不过参与会议的业者，互人问到零关税冲击，全部拢讲统一由会长来说明。不好意思，来，等部长会统一让部长跟大家说明。因为传出台美关税协议的内容，美国制造的轿车甲汽车零组件关税会对原本分别是17.5%，也有8.1%至15.8%降到零关税。一旦若进口车落价，恐惊引发连锁效应，冲击本土的汽车产业。经济部长经明显是强调，也未定案。我们请智库帮我们推估了，大概影响大概是1%点多了。我们当然是用最极端的值来推估了，他们也期待就是说，越早确定越好。那如果都悬在那边的话，也会给消费者不同的期待。强调短期内影响无大，不过经济部嘛要编30亿来辅导厂商升级转型。另外，经济部嘛表示讲，目前台美的协议可能会规范美国汽车的定义，是爱伫咧美国制造，而且附加价值有35%以上。而且，佫会将轿车甲小货车来分开讨论，因应无共款的用途甲市场需求，这对其他的国家并无适用。针对劳工的权益要安怎保障，劳动部长洪胜汉强调，会尽力来编资源，降低影响。不过，有国民党的立委就批评，除了汽车零关税，恐惊佫会开放美国牛的假肉北来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是回应讲，谈判团队一向拢坚持维护国家的利益，守护产业利益。守护国民健康，甲确保粮食安全4大原则。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等3案，检方是分30路大动作来搜查。高金素梅本人是移送北检来问过，不过讲伊因为身体不爽快，所以先限制出境出海，令其在议。麻烦让一下哦，小心哦，小心哦。互大地媒体包围，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面挂喙暗，毋过看得出来真疲劳。昨半暝，互法警护送离开北检。台北地检署侦办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等3个案件，除了分头搜查，也约谈高金素梅到案。高金素梅到北检复讯的时阵，煞讲人无爽快。检察官是交代限制出境出海，会另外经时间，佮再来讯问了后，对伊去台大病院就医。委员不好意思，是身体哪里有不舒服吗？北检分3个案件展开侦办，包含高金素梅甲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也有那像利用人头来买中国制造的快胎，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甚至涉嫌以原住民德族群文化交流协会诈领政府补助款，即个拢总通知18个人到案说明。好像为了之前疫苗的事吧。他什么时候被约谈的？早上差不多8点多。台东县议员陈进忠甲屏东县议员岳秋女也牵涉到相关的案情，经过检察官审问了后，已经陆续请回。因为高金素梅的助理、协会相关的人员甲厂商等等，部分交保，部分继续审问。台湾民主在赖清德的手上已经是完全的不演了，现在是动了高金素梅，下一个又要动谁？
如果没有犯法，为什么急着出来漂白？过去高金素梅委员确实有非常多令人感到纳闷的、引起争议的讨论跟言论。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检调所在程序完毕，立法院嘛派人陪同配合。不过，话阁讲对检调卖做政治打手气。只要原住民所有的权益，高金委员可以说是一女当关，万夫莫敌，还有这种气势。我们相信高金委员是经得起检验，尊重检调。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征收条文，立委除了现行犯以外，在会期当中袂当互逮捕或者是拘禁。若是检方要逮捕成阿高金素梅，就要经过立法院的许可。针对这件代志，韩国瑜并无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市的消防局长李明芳去年底涉嫌贪污防收押，专案是侦查结束。这检方是认定李明芳和这消防设备的厂商合作来推销，引导本地要关救护车的人改来关这个设备，事后佫收厂商的后车160万，依照贪污罪甲起诉。高压的幼稚部喷的一连液体所引起的火源，压制火势。这是台南消防局手上的伫咧较位巷仔内面拍火的工具。因过民间所管的高压幼稚部，做互廉政署甲检调单位查出，获证消防局长李明芳当作收乌西钱的工具。警方查出李明芳甲信阳的女子、姓张的业者合作伫咧推销这款设备，引导要关救护车的民众改关这款设备。签约买了，由李明芳审核同意。使负责代理及销售的业者，从112年到113年7月底，得以贩售高压细水雾机组12组、邦普消防车8辆，获利新台币480万元。检方讲，信阳的女子本来是姓张的消防业者因公司的业务，因为职务甲李明芳熟悉，两人看消防设备有庞大商机，就在姓张的业者做伙成立新公司，甲民间要管的订单交予因公司来接，三人拢有分到钱。业者因为担心其他业务若送审时阵会互消防局调，所以动机。检方查出姓张的消防业者自2023年9月到2024年8月，交付现金予李明芳甲姓杨的女子。总共3遍，合起来李明芳甲姓杨的女子拢摕到160万。相关案情呢已经入司法调查程序，那是否遵从司法侦办结果？李明芳伫咧去年12月辞职了12天，逼出涉贪被搜查。台南地检署催告侦结，检方认为李明芳甲姓杨的女子犯贪污罪，提起公诉。姓张的消防设备业者涉嫌交付乌西钱部分是缓起诉2年，6个月内要纳付国库100万，并且参加法治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因为辐射冷却影响，今仔本岛上气温伫咧台南的南西，干那9.9度。今仔开始有2波东北季风小煞来到位，来赶到过年初4，这天气才会较烧热。今仔透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基隆北海岸东部地区、恒春半岛会落雨，明仔载就会较好天。因到围路暝前一天，另外一阵东北季风到位，这桃园以北东部地区又过要变天，要落雨，爱到初4、初5，这天气才会较稳定。疾管署是公布顶礼拜，因为走胞去互医生看的有超过14万人次，类流感的也超过11万人次。今年过年休9天，健保署今年嘛有投入16亿，要扩大过年期间开诊奖励。今年过年这病医诊所那开诊的比例嘛比往年更较侪。最近寒流来袭，气温降，不少人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诊所挂号台出现排队看病人。今天感觉就是说头非常痛，然后感冒、咳嗽，主要可能感冒吧。因为今年春节假期有9日，根据卫福部有告，春节急诊就医人次是平日1.5至1.7倍。为着确保民众医疗照护需求，健保署投入16亿，奖励医疗院所伫春节期间开诊。根据统计，为落暝到初3，病院端开诊率达到60%，比往年平均提升12至26%。初5休假进前，更加是增加到7%，诊所开诊率也增加到4%。另外，社区药局春节每日开诊率大约3至6%，也比去年增加1至2成。除了初1、初2休诊，其他的时间都有看诊，包括一些小的感冒，甚至于一般的流感啊，一些小的肠胃发炎啊，吃坏肚子的，
或者甚至于小的伤口、外伤的，都可以来我们诊所就医。根据疾管署监测显示，国内顶礼拜类流感门急诊就医达到11万人次。附近的南韩甲日本最近流感疫情升悬，韩国以B型流感较侪，日本是 A 型甲 B 型共同流行，提醒民众出国旅游上好先注流感疫苗。无论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或者我们邻近的国家地区，几乎都是流感都是活动的地方，还是要注意流感的讯息。另外，春节期间也要防范落下疫情。顶礼拜国内落下门急诊就医都有14万外人次，主要以落病毒为主，发生地点以餐饮业甲旅馆业较侪。疾管署提醒，小可行餐的时千万唔通接触也是人野生动物，因为去年到今年1月已经有11件德国猫确诊感染小肝病，小肝病毒会经过感染动物的喙烂，透过咬伤家伤的空气进入人体，若无及时治疗，发病了后致死率约100%。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埔里的清洁队最近受2车粪扫要车去外管区来收，煞方提上来，讲是有验到辐射量超过标准，柜内底有超到有13地尿珠啊，顶头的硫177是超过标准的，可能是病人伫咧病院做核酸治疗了后所排出来，对民众是有袂有健康的影响。西安环境员摕清洁仪器伫粪扫堆来回一直扫，到一包红色粪扫袋仔前，响响竟是声大响。这一包超高的，这一包超高的。南投县埔里清洁队这个月初6甲初9运粪扫去外县市焚化厂，结果有2台车互厂方辐射门径检检去，测到粪扫辐射超过标准。规台18桶粪扫退运，倒来对簿了后，伫蹲坑场甲粪扫拢倒出来，嘛无法度找，只好求助核安会。礼拜5再回来之后，我们就先暂存在我们的堆置场这边。那礼拜1又一样有1台被退运，那核安会那边有看到，所以他们礼拜1的早上跟我联络说，他们下午会过来帮我们检测。核安会人员检测发现，辐射各样是13片用过的抓药珠啊，进一步分析是硫177血种，辐射带是每点钟10微西弗，超出正常环境背景带0.2微西弗几落倍，研判是病患伫病院做核子医学治疗了后产生的废弃物。那这个核种就是个核子医学的治疗病患。然后那些病人可能回家后，他产生的一些这个废弃物，也就是这个尿布，然后就被测到，它不会造成周围的民众的健康影响，所以它才可以当做这个合一治疗的药物。核安会讲，硫177有低能量、贝塔粒子加低半衰期的特性，主要用伫治疗神经内分泌瘤，也是转移性粒核酸癌。若是离超过1公尺，辐射带就会大幅度降低，对民众健康未产生影响。埔里清洁队是按照核安会建议，把这用过的抓药珠啊，放伫铁桶内，隔离3个月，等辐射量比背景带较低了后，再运出去处理。记者采访报道。过年大表扫，高雄洪山有里长是好意去请环保局来设这个大型废弃物的清运点，没想到公所去有一寡无公德心的人黑白蛋，粪扫蹲到亲像山，才拄清了尔，人搁随摕来蛋。环保局就表示讲，若是搁黑白蛋，就要开罚单。不过这真的开车来是比较夸张一点。看到监视器画面，有人在规划车桶数来弹，民众拢感觉真正伤害。高雄洪山有里长好意协调环保局，伫里内设4大清运点，切便2天开放里面，甲摒厝内清出来大型废弃物等来遮。想要到山和洪山国中后门这大清运点，正做粪扫山，规路边已经去互粪扫蹲甲无快乐。你看那个都追到外面来了嘛，那对那个交通也会有影响啦。阿哥有臭味啊！一些比较没有公德心的人会丢厨余类垃圾在那边，除了造成恶臭以外，还会有细菌。他们昨天就来清理了，那一边清，没有人在这边顾着，他就开始丢了。民众讲，外围的人甲粪扫载来遮等就算啦，明明是等大型废弃物，哪会连衫裤、红仔甲一般的粪扫拢等来遮，真正无品。里长拜托环保局加派人力，70中昼总算是甲4大清运点的粪扫拢载完啊。提车袂使搁等的纸条啊，嘛搭真侪张。不过附近民众发现，拄清山尔，粪扫又过来啊。我人可能较无公德心，还是安尼搁等，啊，即摆遐搁有人等伫遐嘛？这后面可能我嘛是个麻烦里长，啊，搁叫迄清洁队的。
搁那个再造啊。倘查获弃置废弃物者，将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1200元至6000元罚款。环保局强调，开放弹粪扫的时间已经结束，收回清运点拢会清好势，卖派人加强巡视。只要看到乱弹粪扫，就会随罚。请民众爱有公德心，唔通甲家己的方便造成别人的不便。记者郭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保护法案，一旦台湾的安全、社会、经济制度受到中国威胁，美国就要求全世界国际金融组织加彻底封杀。再来是中国时报，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当日规划一项半导体关税豁免案，允准 Microsoft、Google 等大型的科技企业向台积电买晶片进口免关税，发展 AI 资料中心。最后是联合报。因为 AI 发展，即马竟然出现一个甲相片内底的人会当来烫衫的这手机软体，更加变作是李小性剥削的犯罪工具。民团就要求政府要赶紧修法，禁止用伫咧性影像的制作。今另外，这民团要公告这 AI 科技观察报告，讲伫这检举案件内底有牵涉到李小性虐待、性剥削的，都有超过5成。或政府就要修法来管制，绝对袂当搁拖。即马有真侪学生会使用 AI 来找资料、做报告。有民团公布为文五四次网络检举热线报告，去年4692件有效的检举内底，牵涉到李小性虐待甲性剥削的，就有占52%左右。民团指出，不懂使用 AI 的状况。甚至结合 AI 画面甲烫衫的功能来形成性影像，已经变成新型的犯罪工具。现在不需要再花费力气取得儿少的私密照我可能只要一张生活照，我就可以大量生成儿少的性像。看到这个 AI 的这个聊天式的 AI 这个保护机制仍然是不足的那即便清楚的告知是一名儿童，这个 AI 它仍然可以产生一些色情的对话那长期下来可能会减低儿少的性敏感，导致这个诱拐的一个风险大增。受害者一定会有压力嘛。那其他人会不会也害怕说下一个就是自己，然后就会对这个社会比较没有那么信任？民团希望政府在教育甲法律上拢爱愈齐全。卫福部表示，因对112年修法了后，针对李小性影像的制作甲散布，已经会当依法裁罚。教育部是讲会加强校园的教育，也会和电信公司合作。推出数位的工具包，我们成立的性影像处理中心来做申诉。那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是365天全年无休的。我们也跟中华电信来做一些合作，它这些合作包含了就是我们发展了一个所谓的数位工具包，提供我们的家长们能够了解跟管控，还有那个适度的引导我们的孩子如何使用我们的数位工具。民团提出诉求，希望政府全面禁止有烫衫功能的 AI 工具。因嘛认为网络业者甲科技公司有社会责任，应该要防止用户使用。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地方消息来看，高速公路1号就爆伫咧彰化保盐路段，有一台拖拉机后轮破去，这个轮仔皮就落伫咧车道，后壁的车闪袂赴直接弄起哩，当中有15台车去弄着，加在这人是无安怎。警方表示讲，按照这道交管理处罚条例，上当会当罚6千。车驶伫国道1号上北路段所向弄到物件，互乘客错一大条。驾驶赶紧停路径看是啥物情形，结果发现路径已经停规排的车，拢是去弄到落伫国道的轮皮。开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撞到，就看到一整排的人都打双闪停在旁边。蛮多台是下护板都掉下来，我的车子撞到的时候底部也开始漏水，所以我的完全没办法行驶。这站国道意外发生伫初六暗时7点多，国道警察调查发现，肇事的是71年厝姓区的查甫人，伊驶的营业半连结车，唔知影什么原因，正边的后轮破链，轮皮直接落伫车道，造成15台车未负险，直接弄到轮皮，致使车辆损害。就有车轮行头家表示，车轮的轮皮高决定。那落地路的，其实就哪像一粒大石头，真危险。轮胎皮甩出去，掉在路中间的话，就像一颗大石头在那边。民众如果开车高速公路遇到，几乎没有办法闪，就是会造成伤害。
秋南驾驶营业半年列车，优轮不明原因爆胎，造成15部车闪避不及碰撞。该起事故无人受伤，各驾驶人、酒车子均为零。国道警察表示，肇事经过甲原因检判，目前当依照规定调查厘清，嘛呼吁用路人车辆应该爱定期保养维护。赛车时，若伫半路发生车链、链皮或者是其他零件落去，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上悬会当罚6000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也若过年要到，警方是启动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根据统计，在去年接毒赛车防移送案件是超过8600件，尤其是新北市抓到案件数，一年就增加6倍。也只有赛车，最近这2年，逐年就造成7000人的死伤。警消赶到现场救援，拄伫咧涂骹这位71岁妇人人，身躯顶真侪外伤，也未脱离危险。伊骑乌多摆也咪咪毛毛，不过警方比对伫涂骹的车壳碎片，有一寡毋是这台车的，所以研判伫嘉义德行乡找10的这件车祸，毋是乌多摆家己摔倒。调查了查到梅山乡农会4单的主任，可能是啉酒赛车，这车后了逃走。对陈姓男子实施酒精浓度测试后，酒测值高达0.57毫克，全案依公共危险肇事逃逸罪移送。交通部近2年的统计，啉酒赛车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每年超过7000人，警方也处理上万件。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讲，真侪啉酒赛车人是啉酒了酒精浓度歹消退。酒驾者他们常常也会觉得自己很冤枉，就是说我前一天我叫代驾回家了，我隔天上班，结果没想到我一吹，我身上的酒测值还是在，隔多久再去开车驾车？我们会保守的建议要超过24小时。若是啉酒赛车的问题，食毒赛车的问题也真严重。警方伫咧路下查车，这台厢载乌多摆无停，一个吹油门逃走，警察伫咧后壁立，我加在有民众该动来。依照刑事局的资料，食毒赛车移送的案件也明显增加，自前年的2600多件，去年已经增加到8600件。其中新北市处理食毒赛车，自前年100多件，增加到去年的1501件，增加654%。我们采取扣车的一个作为，扣一件这个车辆，就是防治了一件交通事故。一月过年啊，警方加强戒备，启动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要防止食毒赛车抑个各种犯罪事项影响国内治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美国爱普斯坦性犯罪案是愈加愈严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当时承认讲，伫咧爱普斯坦2008年，因为要求未成年性服务，向定罪了后，搁有改记过面，根本就无断绝来往。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伫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搁再驳回伊甲涉嫌性犯罪艾普斯坦无关系。You led people to believe that you had cut off all contact with Jeffrey Epstein after the 2005 encounter you and your wife had in his apartment. Why did the Epstein files show you coordinating a meeting and planning a visit with Jeffrey Epstein on his private island in December 2012? When I moved to a house next door to him in New York. Over the next 14 years, I met him 2 other times that I can recall. 2 times. And that is none for 6 years. I did not have any relationship with him. 不过，访问到敢有去过艾普斯坦的私人小岛，罗德尼克煞也承认。I did have lunch with him as I was on a boat going across on a family vacation. Not an indication that you yourself engaged in any wrongdoing with Jeffrey Epstein. It's the fact that you believe that you misled the country and the Congress based on your earlier statements. 罗德尼克是头一个因为甲艾普斯坦的关系瘪坑，去互两党要求落台高官。因为白宫是表示坚定支持罗德尼克。Secretary Lutnick remains a very important member of President Trump's team, and the president fully supports the secretary. 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员对罗德尼克颠颠倒倒的证词表示质疑，包含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维肯尼表示，去过艾普斯坦的私人小岛会引发疑问。肯塔基州的众议员马西也认为罗德尼克应该会辞职。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
报车里也是伫咧一礼拜内发生2件死亡案件，造成6个人死亡，其中有3个人互人发现死伫咧沙寮啊，另外有3个人是死伫咧80公里以外的露营车内底。警方事后是敲到真济不警甲同犯，到底这6个人是互人谋杀，也是集体行地路，详细是搁爱调查。为警方公布的监视画面看到，这男名死者迄当时当咧互相告别，随后其中的3人登去厝内，佮放火烧一间山中的厝。警方协助了后，伫这间厝内发现3具尸体，厝内也有总团呼告车加红马旗。代志发生7日了后，警方佮发现另外3人伫离这间厝的80公里远的露营车内死亡，其中2个人的头壳受伤，第3名死者也咧上检。尸体附近，警方也发现失了枪支卡、2支底枪加1支步枪。根据警方调查，其中的5名死者是当地国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因共同拢住伫这间厝，而且有成员信奉总团佛教。另外一名死者15岁查甫囡仔是其中一名朋友的后生。检察官表示，这2件死亡案件疑点真济，可能是谋杀，也是集体自杀。警方正咧调查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Днина едно от лицата сподели с нас, че в последните месец-два е споделяло, че има страшна психическа нестабилност в сдружението и отчаяние от действителността, целите, които са си поставили, изпълнението, което действат, отношението на държавните органи към тях, сдружението на техните спонсори към тях и те не виждат смисъл за продължаване на тяхното сдружение, на дейността на тяхното сдружение и техния път. 记者打电话给这个非政府组织，因为暂时无法度得到任何回应。根据了解，这个组织自称是巡山员，多年来一直伫塞尔维亚边境附近巡逻，协助边境警察，同时也为青少年举办营队。只是保加利亚国安局代理局长表示，2年前这个组织要防指控性侵儿童，还有一支准军队。刑事警察局长甚至伫记者会上表示，这个组织当咧做无符合上帝旨意、社会国家甲儿童利益的活动。案情就甲90年代美国的经典嫌疑局双方同款，伫死亡案件中发现一连串离奇的代志。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日本首相塔卡基带领自民党伫咧即届众议院的改选大赢，占到超过2/3。所以除了要赶紧通过2026年的众议选，这塔卡基也讲到爱修宪，甲这自卫队写入去宪法，完成前首相安倍晋三做不了的代志。自民党、日本維新の会の与党で合計352という非常に大きな議席をいただきました。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重い責任の始まりです。身の引き締まる思いでございます。自民党甲高市早苗带着真昂气势，伫众议大选中单独抢下超过2/3的316席，加上日本维新会36席，将压众议352席绝对优势，也使得在野党对所有的高市以强态势提高警觉。所来2月18日本会召开特别国会，除了进行非常知名选举，也会确立高市第2次内阁。所来都是上重要的。日本要赶伫4月新财政年度开始进行通过的，因为进行解散国会所推演的2026年政府总预算甲各项财政新措施，高市也对外表示有一个真重要目標。国の理想の姿を物語るのは憲法です。この国の未来をしっかりと見据えながら憲法改正に向けた挑戦も進めてまいります。未来は与えられ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たち一人一人が絶えず挑戦を続けることで作り上げていく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本的修宪爱伫参众2院拢摕到2/3赞成，佮交付全面公投，公投有效票过半就当通过。虽然自民党摕到众议绝对主导权，也毋过伫参院248席中，自民党甲维新会的执政联盟只有120席，也毋过加上偏向支持修宪的国民民主党甲参政党，有可能超过2/3的底线。过去政治上，安倍晋三也将修宪列为重要课题。2018年，安倍任内伫自民党大会上公布修宪草案，包括将自卫队入宪改变文化。也毋过，迄当时受到在野党的阻止，就连迄当时联合执政的国民党也持保留的态度，一直无达成。
即马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修宪的立场，甚至比自民党强硬，加深在野忧虑。戦略3文書を前倒しで改定し、安全保障政策を抜本的に強化します。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政府伫2022年制定的安保3文件，也防白日高市政府2026年底进行的重点要务，为了推动再军事化，像强化日本公司军事能力、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等，拢会是日本众议大选了后的政坛，甚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公司新闻安中为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国务院指控北流的参议长包豪康接受讹洗，为中国政府企业犯罪集团宣传，所以把包豪康列入去制裁名单，不准入境。美国 NBC 的电视台主播贾斯利的老母顶个月那就伫咧处理，互人绑去，到当时生死不明，家属嘛公开发挥讲愿意交出这$600万美金，只要人平安回来。新巴威瑞国通过宪法修正草案，要让83岁总统穆兰加瓦会当做到2030年，总统的任期会当对5年延长到7年。这在野党是表示讲，会用尽一切办法来阻止。今仔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加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一直无法度来上审，朝野对立。这总统府嘛证实讲，这总统赖清德有邀请5院的院长来举办新春大会，希望会当达成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已经表态愿意来参加，不过讲这时间是也未确定。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国防特别条例草案无排审，总统府证实，总统赖清德要邀请5院院长举行新春大会。总统认为，政党中间立场无定着无共，不过国家干那一个，望5院增加沟通，爱化解才会有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讲，考虑用华语，希望国家大事化小，方向化结。总统诚挚期盼5院增进沟通，凝聚共识，携手为国家做好事，为人民解决问题。院长，年后查询确定时间了吗？有要跟总统聊些什么呢？总统府来发布新闻。院长，这不是赖总统头一摆邀请朝野临茶会上国事。去年2月初30启动宪政史上头一摆5院协调，就5院院长伫总统府会上国政，韩国瑜有参加。府方去年12月佫邀请行政立法考试3院院长举行国政大会，不过韩国瑜当时以立法院是合议制的理由无来，但是这届新春大会决定出席，是不是会当为朝野带来和解引起关心？他也希望这一次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能够听得下韩院长衷心的建议，有的时候有一些冲突跟对立根本没有必要。不知道是大和解咖啡还是鸿门宴咖啡，但是我们期待赖总统展现出一个全民总统的高度。本来沟通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各表达的意见之后彼此拉近距离啊，是为了国家整体着想，因为我们今天应该是要共同对外。立委望朝野针对关税总预算国防安全好好沟通，依据共识。若是新春大会时间也未定案，总统府表示会协调安排。记者采访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昨参加这江建议先进半导体研发基地动土典礼，伫咧致辞的时阵表示，国力就是电力，除了爱开发多元的力量，加强电网以外，伫咧核安有保障、核废料有解决、有共识之下，愿意来接受新的核能技术。请动土。出席半导体研发基地动土典礼，行政院长杜英泰致辞表示，国力就是电力，除了继续落实二次能源转型、开发多元力量、强化电网运行之外，也全面接受全世界先进的新式核能技术，让产业界更加安心。我们在水电的供应一定要无虞，我们要继续开发多元的绿能，我们智慧节能跟智慧的储能，还要强化电网韧性之外，我们要全面接受全世界先进的新式核能技术。新式核能技术目前上受注意的几项技术，包括小型模组化反应炉 （SMR）、立冷块反应炉、熔岩反应炉、高温气冷炉融合。学者表示，其中的小型模组化反应炉 SMR 有计上紧上转时间落地2030年，以目前台湾欠电现况来讲，未扶持。那以同款电力计算成本 ，SMR 的发电成本比起传统核能发电有计关出1倍以上。SMR 它是
第一个，除了它比较小型，然后它可以在工厂组装，热量呢比较能够控制啦，比较可以减少这个核安的顾虑啦。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就是成本是比较贵的，商业运转的时间，SMR 的话是2030年之后。联合公平行动联盟认为 ，SMR 在工厂有先制造现场组装，可能造成零件品质不佳的状况。按照现在既有的研究的话，这种小型模组化反应炉，它可能会产生比传统大型核电厂多2到30倍的核废料。旧的核电可能我们要面对老化、断层、地质的问题；新的核电我们必须面对安全、核废，然后不稳定，甚至是成本暴涨的问题。林政官也表示，能源政策要继续向恢复减碳蒸汽电力，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兼顾降低空污和减碳。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底，政府重新启动公有耕地放领，在台东县有一位细汉的农民甲伊老爸做公有地已经种植60多年啊，有下放领资格，甲这地价纳清了后，总算是对县府遐摕到土地所有权责，嘛正做是全国的头一个。民国53年，农民陈建华爸爸就伫台东市新园里这块咧承租原有土地耕作，一家伙啊做田到担，5万有一天会当有土地。去年底政府重开公有耕地放领，姓陈的农民随依照爸爸的委员申请，县政府嘛随审核通过，车走甲因一家伙啊做超过1甲子的土地权证交予农民手头。因为那时候我爸爸那时候年龄都是一直要看着结果是如何。县政府表示，这是全国头一个由地方政府成功放领公有地的案例。因为姓陈的农民符合民国65年9月20日进前，就承租原有非都市计划范围内的平地农牧用地耕作，一直做到当，而且土地无违规建物，都只有79年公告的地价缴钱，才会当快速通过审核得到土地。这一波里面的放领，它是规定必须要平地，那也就是山坡地不在这一波里面的放领的范围。另外，都市土地也不会符合，在这一个范围里面也没有符合可以放领的规定。县政府讲，目前也有另外识别原有公有耕地，有些农民准备申请放领。全县还有700多笔平地的国有地，也搁伫咧放领的范围内。若是符合规定的资格条件，县政府就会配合中央相关单位加速办理放领。记者采访报道。咱讲到社会主体，应该是爱实现居住正义，不过这地下停车场却出现高级的跑车，这申请的资格引起众人的议论。民权团体就呼吁讲，去社会主体加包租代管加租金的补贴，这3项政策来互相配合，才会当真正回应到民众大需求。最近有网友发文指出，社会主体地下停车场出现几台高级跑车，引起外界质疑。社会主体申请资格审查敢是造假？对此，国家自导中心头一摆公开114年度中央主体招租审核数据，强调透过定期属有查核、加停车资源公平共享机制，确保公共资源合理分配。社会住宅的目的原本就是提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才会来申请。那当然条件面去做一些筛选是出发是好的了。已经可以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为什么一定要用到社会住宅？应该要给更多弱势族群。以114年度中央社会主体招租申请的概况来看，包括艋舺安基、南口社体等全台13个案场，申请总件数达到22504件，有2006件无合格，无合格率8.91%。主要原因多数是所地还是财产超过底限，其中分邮专安定社体无合格率甚至超过1成。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是，社会住宅的数量基本上是不多的，台湾的社会住宅的口开得很大。资格相对是放的比较宽，像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新婚育儿的家庭，还有身障、高龄长者等等。希望经济及社会弱势的家庭都能够获得社会住宅的居住协助。唔拿申请爱心，自导中心也强调，社体租期采3年一期，属有的是爱重新审查资格，唔是一组就会当永远大。以南口社体为例，家庭年所得爱伫144万以下。
家庭成员每人逐个月平均所得袂当超过59150块。基础团体呼吁，兴建社会主体、社体包租代管、加租金补贴三项政策要互相搭配，才会当真正回应多元居住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最近是有民众发现有一个中国人竟然会当来住咱林宝市阿里山的公务宿舍，佮拍影片讲希望台湾早一日转来祖国。林宝市调查了后表示讲，是这员工订房间煞去互这中国朋友来住，已经违反公务宿舍的管理条例，一来处罚。天气真的有点冷，然后昨晚上在这里面住。联盟宿舍，现在是凌晨的4点多，我们现在马上去看日出。哦 ，follow me。中国游客拍影片，讲家己住伫员工宿舍，透早4点外就要出发去看阿里山的日出。这位中国来游客，因录翕看日出的过程，俄勒眼镜的风景。不过，刷伫影片的最后，讲出这款话：愿宝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样我们听起来就是不会很开心，不太适当，不太能接受。这名可能用探亲名义入来台湾的中国人，甲去看阿里山日出的影片放伫网络，引起真侪民众的讨论。认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当住伫林宝市阿里山的公务宿舍？林宝市家己分署经过调查了后，发现是别个单位的员工用家己的名去替朋友申请住伫遮。连当地的人要有亲戚朋友来，要跟他们订房间就订不到了，何况为什么会跑到中国人可以住？我们也觉得很纳闷。实际住宿人员并非简姓员工，而系其友人，已违反该规范，将函请其任职机关针对简姓员工违反规定进行查处。林宝市家己分署表示，这个宿舍是提供给林宝市也是其他单位的公务机关员工出差住的所在，无开放给一般民众使用。未来会加强审查和管理，避免同款的代志再来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有火车驶到花莲布里火车头附近的时，这头前的铁基路边啊，却出现这草啊，哪会叮当？我今仔看是有人排滴啊咧行路。目前警方是已经找到这民众，会照违反铁路法来侦办。这只火车经过花莲富里车头路段的时阵，铁基路的道边煞常常出现一堆会叮当的草啊。这段影片伫网络顶引起讨论，司机慢慢来挖过，才知影是有人排滴啊，伊赶紧报案。有人说是外星人，你觉得呢？应该是人类吧。人类啊，那当下看到会不会吓一跳？应该会吧。这样就已经侵入了，你都说你都走到失败，因为我们那个车头也会镜头有拍到，这个不行，这都是违规的。这个入侵铁基路的事件发生伫咧初九早起11点44分，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去错碟啊，派这碟啊沿铁基路边咧行，迄当阵所有经过的列车拢爱减速。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第57条，过路人甲车袂当走入去铁基路的路线。本文局员警到场后查获离线行为人，后续将依违反铁路法侦办，将处以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铁路警察局强调讲，铁基路甲铁基路的边啊，这拢是高风险的所在，而且只要有人或者是物件入侵，沿线的侦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声，列车就一定爱减速，毋但危险嘛，影响交通的运输，请民众毋通乌白走入来铁基路。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闻界来看，长美群歌戏团甲纸风车剧团、棉花园等等，这拢是大家真熟悉台湾品牌团队。目前总共有6团。今年文化部是搁再增加这台北梦工剧团，也正做是品牌团队内底头一个布袋戏团。这出半山线代表基础甲港湾的艺伎剧团，伫礼拜2举办年前送新仪式。台北木偶剧团是新北市无形的文化资产，北管音乐保存者林英志所创立。剧团嘛咧今年入选文化部的台湾品牌团队。这几年来，阮就是想要搁扩散在观众嘛，所以阮就开始行去迄个亲子戏啊，看会使甲咱传统的搁啊提升迄个美感啊。萨加高博去。文化部长期推动台湾品牌团队计划，这寡团队就代表台湾的文化美质，希望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台湾品牌团队补助名单有长美群歌戏团、纸风车剧团、棉花园戏剧团等6大团，佮增加台北木偶剧团，嘛加做品牌团队中的第一个布袋戏团。品牌团队好像代表国家队，那它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一个就是它能够到国际代表台湾出去表演。
第二个，它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我觉得台北木偶剧团就做到了。针对品牌团队，文化部拍算今年投入1亿5490万的预算，台北木偶剧团在2010-2012成立到今，结合传统布袋戏和八卦音乐人才，创作成果常常得到肯定。剧团也希望将台湾代表性的内容呈现在国际舞台。记者陈林秀凯新北报道。因为气候变迁，这可可亚的产量减少，杜拜巧克力豆都恐惊要起价。大量的笑豆含入去巧克力豆当中，这就是用下西方巧克力豆甲阿拉伯治疗精华的杜拜巧克力豆，伊的味真丰富，因为安尼伫社群媒体唱甲掠袂掉。不过杜拜的巧克力豆核心的原料笑豆，因为天气无啥理想，来大欠。地区笑豆的计数，伫一年内就增加超过1/3，而且可可豆仔的主要产区，亲像是非洲西部的春季海岸甲加纳，也因为收成无好，地区可可的计数继续增加，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巧克力豆工厂面对起价压力。We know there's multiple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increase of cocoa prices. Yeah, we see diseases. That's all climate change related. At the same time, we're seeing an increase of demand. We're seeing Asian countries all of a sudden. Are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cocoa, yeah, so that all drives the price. We have a reduced availability of cocoa bean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here to stay. I don't think this is going to go away anytime soon.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本身就是高消费的国家，佮加上杜拜的巧克力豆，主面讲是手工制作，所以伊的计数原底就比一般的巧克力豆佮较悬。另外，杜拜的巧克力豆伫社群媒体推播之下，市场的需求一声大增加。即马杜拜的巧克力豆的计数可能会比超市的巧克力豆贵数10倍，或者是数百倍。If you want to find good quality chocolate, yes, be prepared to spend a little bit extra. If you want candy, you go to the candy aisle. No cocoa in there, of course,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too expensive. Lots of sugar, lots of palm oil, but that's your choice. 另外一种杜拜真受欢迎的伴手，是以特别的绿豆奶制作的巧克力豆，食起来淡薄咸咸，有的佫会含中东地区常常用的香料，也是椰子。也那专家讲，就算可可啊计数佫称悬，也完全袂影响到消费者买高级巧克力豆的意愿。Chamomile chocolate is a specialty. It's a delicacy. You know, people don't buy it looking at every penny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spend. Yeah. So they need it as a gift, they like it as a special luxury, so that doesn't really affect the purchasing decision of the customer. 虽然去年全球可可豆仔的计数有小看薄，但是除了供应量无确定，佮巧克力豆的制造商为着要消化关价的库存来补成本等等的因素，致使巧克力豆的计数无对率大半。巧克力豆的工厂表示，因为气候变迁，未来可可豆仔的计数可能会起到甲咖啡豆同款。高市新闻新罗北朋友。下晡报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至20度，中部地区13度至25度，南部地区13度至27度。东部地区16度至25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